介绍大来宾是谁？这位大来宾，当恭喜跟咱们就写给一起来台湾的吉他教父，让我们欢迎小杜老师杜俊辉。哎呀，欢迎老师。小杜老师你好，你好。哦，老师这趟回来哦，是除了看看大家以外，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很多好消息。对呀，做阿公啊，做阿公阿啊，公，做阿公啊。嘿呀哈，帮忙带孙。对。哦，啊，听讲，带孙带出来哈，因为是吉他手啊，迄个音乐人吼，随时吼，迄脑海当中吼，都有迄个 melody 啊，那个对，都有旋律啦哈，啊摇嘞吼，听讲摇出一首歌曲，囡仔歌。在他3个月的时候，我就在哼那个我们的古调，卢凯族有一个摇篮曲。哦，卢凯族的摇篮曲。对。哦。就哼了，好像有旋律了。哦。我就把那个曲把它谱出来。我就录了一个小小的 demo， 就传给阿德老师。嘿。你知道他现在每天啊，就要抱这个孙女，才会有一种生命力。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既然那么慎重期待这么一个贵人到的时候，你要好好跟这个贵人好好介绍自己一下。所以我在写这个歌。哦，阿公的自我介绍啊，是，带孙女的感觉啊，很不一样吧？跟当年抱自己的女儿哈。女儿会吃醋。女儿会吃醋哦，是。当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我没有？”没有啊，真的哦。那个卢凯族的摇篮曲的古调，你可以哼2句我们听听看吗？咿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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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红那个。对，就像我们台语的摇篮曲。咿呀咿哟咿呀咿困，凄迷多几寸。啊，你问那个爸爸的猜呀，对，都是这种。那有给小孩的音乐都是这样子的，很轻缓的这种，对不对哈？哄小孩子那个的那种氛围啊。对。所以各位，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小孩来听一下我们杜老师带来的这首阿公的自我介绍。咿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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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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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梦讲话，阿公要好好讲出心内话，欢迎你来阮一家，传伊做伙，滴滴答目屎淋落，阿公爱哭搁爱啼，我比你强小较多。小宝贝，你莫啥呢？你莫啥呢？爱思甲眼了你，轻轻叫叫你名字，有无阿姑？一两三四。摇来摇去，我的心肝宝贝，原来我只爱你一个。人生花敢会甜，是我心甘情愿付出一切，免害。咿哟
有